后来即摆有真侪人拢无爱看册咯，所以有袂少的册店甲出版业面临倒大关门的命运。所以教育部打算要学外国的公共出借权，这个图书馆若逢借出一本册，政府就予作家甲出版社补贴金。也毋过这款的模式，伫台湾是第一届来实行，所以这个细节爱搁研究。有袂少民众拢会来图书馆借册，一借就是5、6本。除了图书馆借册以外，其实有即种历史小学借册站，就亲像自动的贩卖机，入卡就会当借册行册。不过，一几档3C产品甲网络发达，有册店关起来，出版社嘛面临挑战。教育部打算要学国外公共出借权，读者伫图书馆每借一本册，政府就予作家甲出版社补贴金。这是很好的那个政策，因为年轻人现在都用3C嘛。所以到图书馆的人数好像不多。我自己也会想要出书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补助，蛮好。民众讲政策袂歹，但是只有伫国立台湾图书馆、甲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试办上少啊。出借权的部分，基本上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在台湾我们讨论的一个议题，评估后续的一个规模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必须让我们要有一个示范的时间。教育部表示，相关的办法也在研议。根据文化部相关的研究报告，每本的补贴金是$9或者是3块2，嘛强调未影响到国立图书馆的买册预算。